新單元毒魔大亂鬥。毒魔大亂鬥係面向小3至小4學生嘅抗毒教育活動，以主題公園式教學，透過90分鐘嘅動畫短片，配合體驗活動，學生會見證5個正面嘅動畫角色，分別經歷被毒魔感染、黑化成為代表5大毒品嘅黑暗角色。喺工作人員嘅帶領下，學生代表需要分成小組，完成毒品之最嘅活動。喺人形紙板上標明各種毒品對人體造成嘅唔同禍害，並且喺隨後嘅淨化活動，透過學習正面行為同埋抗毒信息，淨化毒品嘅傷害，再一齊立志拒絕毒品。學生可以從別開生面嘅活動中，沉浸式學習到濫用藥物對身體造成嘅破壞，知道點樣協助有濫藥危機嘅身邊人，並且嘗試將禁毒信息帶進社區。